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是办理土地复账，那一般的建物测量。那后来因为现在担任股长，所以大部分是处理民众一些争议或陈情的案件，我们会到现场去替民众来解答一些问题。电器那个自来水跟那个我们一些无自来水那个服务，跟还有其他一项是那个公用事业业务的协调，主要负责办理我们再生能源业务的推动的一个工作。外业人员呢最辛苦，但外面风吹日晒。这个地方不在话下嘛，但是最辛苦还是在于说，有时候对于民众来讲，他产权上的维护，你很难做到两全其美。那因为有像间界测量，那我们现场定的界，那如果左边的民众觉得好，有时候右边就不会觉得好。那最困难的地方在于跟民众的沟通协调。那如何把这个事情做到比较圆满的状况，这个是最难的地方。我遇到挫折，第一个是会跟家人来做沟通，把自己的不要把自己那个烦闷的心情闷在心里。再来是针对工作上有遇到一些困难，可以跟长官来做请教，因为长官毕竟他有比较多的经验，可以来协助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看怎么去协助来把那个一些工作比较障碍、一些困难的来做排除。生理部分，因为本身有在健身，我欢迎大家到健身房去运动，因为运动对身体很好。那另外就是心理层面，只要跟自己讲，对的事情你继续做就对了，其实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说。台南模范真心相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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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台南模范真心相伴，耶！台南模范真心相伴，台南模范真心相伴，台南模范真心相待，台南模范真心相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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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除了恭贺欣喜之外，更要恭喜我们地政局蔡文龙股长，从全国35万公务员中获得杰出贡献奖，全国只选出6名哦，显现中是精英中的精英，是我们的 Top Gun。另外，经济发展局郭坤柱科长获选行政院模范公务员，是台南市政府12000名公务员中举荐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除了这2位之外，另外也要恭喜今年度的13位台南市政府的模范公务人员，感谢他们对市政的敬业、付出以及努力。在这边，我们也要勉励所有的公务员，以得奖人为榜样，展现积极、创新、奉献的精神，提供市民更优质的服务。谢谢各位公务员。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0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应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全国进入3级疫情防疫警戒，全国各级学校停课，民众出入公共场所、坐大众运输全面实施实联制。台南市政府上午召开记者会，说明台南市的应用措施，包括各中小的公办线顶授课直播，扩大落实上街甲公共场所使用简讯实联制以及减税措施。行政院第19日宣布全国通用实联制型系统简讯实联制了后，台南市政府便开始伫永华市政中心以及明治市政中心联合服务柜台，全面改换新款的实联制，优先完成洽公实联制流程，并伫市内公车、各道客运转运站顶处设置实联制扫码机制，陆续也会扩大到商团以及店家使用。商家会提供那个 QR code， 您直接只要扫那个 QR code。它就会出现要发简讯的部分，它直接帮你就做了检定，那你只要按下去，那个简讯的发送就完成了一个做法。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所谓的疾管家的 LINE 的部分那当然你加入疾管家的 LINE 的部分，它一样也会有所谓的照相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它就会送出相关的一个处理另外一个是假设有一些阿公阿嬷他们的手机可能不是智慧型手机，也没有照相功能，那也没关系。您呢，就只要到这个所有有申请的店家的部分呢，在它下面那个 QR 码下面都有一个数字，所以你只要在你的收件你打1922，这
这样的一个输入以后，把店家的输入码输入进去，按下去，它自动就会帮你输出。那要跟各位说明哦，这些简讯都是政府统一而且是免费的。台南市早至目前为止，已经有347间店家完成申请专属 QR code， 提供给消费者使用。民众只要透过扫码 QR code 系统，就会回传简讯，一切落去就会传到系统业者完成登录。各位可以拿起这个手机直接去扫这个 QR 码这个 QR 码，扫完这个 QR 码以后呢，各位就连接到这个所谓的简讯实联制这个部分。那这部分里面呢，我们分成所谓的法人、个人店家，还有所谓的政府机关，还有交通事业。所以基本上来讲，各位假设这些小摊商啦，或者我们的店家，你要登录到个人店家里面去，他就会按照你所申请的部分给你一个 QR 码，你再把这个 QR 码拿出来，像这样子把它贴出来。像我们旁边有一个简讯实联制，我们有一个这个肉包店啊，还有一个这个蜡笔小新的类似像这种个人商店，你只要去扫描，就会出现刚刚这样的一个做法。在交通运输方面，台南市各转运站、公车、客运车也会陆续实施简讯实联制。所以必须每一个场所都有一个这个 QR 码不一样的这个视觉，所以可以想象在我们的400辆的公车上面，每一辆公车都要产生各自的 QR 码，所以这部分我们是现在正在做筹备的工作，就是我们产生 QR 码之后，必须要跟公车的车号做相对应以后才能够意料的时候才能够找回来。那我想今天已经在各大转运站以及我们的小型公车的数量比较少，所以已经完成了那后续呢，在所有的公车每一辆公车以及所有的我们要求我们的所有的计程车的相关的业者来做相关的处理。另外，针对因为疫情造成5、6场所停业，政府也提出减征娱乐税、营业税、房屋税等措施。娱乐税业者，我们会主动帮他做在这一段5月15号到5月28号这一段时间停止课征娱乐税。那如果说在疫情期间有受影响的店家，虽然它不一定是停业，但是如果有受影响的店家影响他的营业收入的话，这个部分也可以来申请，来就他的实际的营业情形来核减他的法定课征的娱乐税黄伟特特别呼吁，有见疫情期间各种消息混淆视听，台南市政府伫官方网站也设置防疫专区，统一公布上新的消息以及政策，希望市民大众会当多加利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教育部已经宣布，全国各级学校5月28号进前停止到学校上课。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率先宣告，公布各中小统一课表，有75位教师直播教学，并且伫20号伫 YouTube 媒体点名首播。市长黄伟哲甲教育局长陈新辉一早起就到永康胜利国小视察，观看校长张维文的教学直播。今天早上第1节课9点，有1到9年级的国语课，每个年级有3种版本，所以有27堂课。台南市领先全国的公办线顶授课直播系统，让各中小学生停课不停学。尤其台南市伫长期努力之下，缩小所谓落差，正例伫网络授课部分，更是领先成为全台首学。台南市公办线顶课程，目前由75位教师依照无同年级、科目、教科书版本，提供线顶学习课程。这个是全台南市第一次，也是全国第一次哦。是的。也不是全国第一个哦。是的。我们把这个线上学习做好，那希望大家停课不停学。虽然台湾是存在着数位落差，这是没有错，但是借着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能够缩小这个数位落差，甚至于在台南全台首学的地方，能够在网络授课的时候也是全台首学。那我们今天采取的方式，总共有75门课，依序3个不同的教科书版本，不管是国英数、社会自然，还有其他的部分，1到9年级的这个课程然后从这个我们统一有老师，每一门课程有1位老师来授课，那自己学校再依据他们所采用的教科书版本以及年级，来去上不同的这个课。那老师呢，就在旁边直接监督同学上课，就是说老师可以在线上来跟同学点名，点完名之后再来统一这个接受来看这个课程。
那中间同学有疑问的，随时可以跟老师在线上来透过对话，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已经测试过很多次了，也是教育局很辛苦，各位同仁很辛苦，把这个系统弄稳定，把课程找清楚，所以让同学的学习不会中断。除了公办线顶课程，记者也来到民众厝内，实际了解学生线顶上课状况。也因为全国各级学校拢停课，伫厝内甚至阁会当看到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学生伫厝内各处上课，画面相当的趣味。问学生对着这款学习方式感觉如何？伊表示，家里上课跟在学校上课的差别。好处是能让大多学生接触那种3C 产品，然后让他们可以熟悉怎么用电脑。坏处就是可能有些就是体育课啊、电脑课都没办法上。跟在学校上课有什么差别吗？一个没有，一个比较自由，一个比较没有自由。哪一个比较自由？但是家里啊。台南市各中小公办线顶课程直播，自5月20日到28日为止，拜一到拜五每天上午9点到下晡3点45分，由75位优秀的专家教师分别担任国语、数学、英语、自然、社会等5科的线顶直播教学，予全市13万各中小学生每天学习无中断，并会请各班教师协助辅导学生上线学习。而每天的影像课程也会放伫咧 YouTube 平台上，方便学生复习。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现主时真侪超商甲店家便所拢无开放。毋过，伫公共便所这部分，虽然政府提倡全民挂口安、定洗手的防疫运动，但却无肯洗手乳或者是纱文，互议员反倒成为防疫的破口。希望市府会当改善。面对新一波的疫情，虽然现在侪超商甚至店家的洗手间拢无对外开放。毋过，伫咧公共厕所的部分，却仍然正常使用。议员吕维英发现，虽然政府提倡全民挂嘴安、勤洗手，毋过公共厕所却无洗手乳或者是肥皂等防疫的物品。疫情防疫期间，就是勤洗手、戴口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那其实勤洗手除了要用清水洗以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肥皂或者说是洗手乳。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台南市的公共厕所，大部分它都没有肥皂跟洗手乳的部分。那当然，肥皂过去可能是怕有时候会怕被偷，还是怕其他什么样的因素不见。那但是呢，这个洗手乳其实是固定式，可以放在那边做随时的补充。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有出来，应该要这个勤洗手，那戴口罩，这是最重要的。但是，所以在这边来呼吁我们台南市政府，应该赶快在这一段时间，把台南市所属的公共厕所，应该在肥皂或者说洗手乳的部分，要赶快的补充，才不会来造成防疫的缺口。位伫安逸停车场这间公共厕所，虽然采光设备拢袂歹，嘛有紧急的按钮顶，但伫防疫期间，议员希望会用咧加强维护，甚至增添防疫的物品。避免沦为防疫的破口。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台南市的办学税为5月1号开征，虽然遇到疫情，不过缴纳的期限并无亲像所得税会当延长到6月底，民众也是爱把握最后缴纳期限5月31，若无每超过2天，就会加征1%的滞纳金。台南市办学税开征对5月1号到5月31，伫个防疫期间，为了避免民众卡伫个最后的期限，台南市财税局嘛鼓励民众利用超商或者是网络、电子来办理线顶的缴纳，避免群聚。
我们房屋税在5月1号又开征了，然后就是在现在疫情比较严重本土案例的增加所以我们要提醒关心民众都希望能利用就是免出门的缴纳方式来缴税让整个疫情大家能安心那我们最后可以透过就是那个民众可以利用就是说你的行动装置，或者是去下载行动支付的 APP。那扫描那个税单上的 QR code， 然后就可以完成了缴税的方式那当然，如果是民众，如果是说你真的税单不见了，其实你也不用出门你只要到地方税网络申报作业系统的话，去线上查缴税，去利用自然人凭证，或是以就是注册的健保卡，或者是用台湾 FIDO 的台湾行动身份识别这些工具，然后就可以来线上查缴。因为房屋税并无像所得税会用到6月底，因此民众还是要把握最后的缴纳期限。若无每超过2天，将加征1%的滞纳金。如果民众税单无去，现在嘛有坐点跨区的税务柜台，会用来申请补单。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目睭是相当敏感的，一旦受到刺激，除了会腻，会感觉有物件无爽快，甚至会影响视力。眼科医生表示，包括俗称的蒙古折，或者是目镜蒙倒插，拢有可能，应该赶紧看医生诊断讨论，是毋是爱用手术的方式来改善。伫咱顶目睭皮内面的皮肤疗损，俗称蒙古褶，也就会伫3个月后拢有，只是会随着时间消失。不过家长若发现厝内囡仔会定流目屎、目睭会肿，甚至目镜膜已经倒插，伤着感冒，其实外观是看袂出来，一定要赶紧看医生。另外，现代人规工看电脑、看手机目睭大小的镜头一定也无改善，嘛要提高警觉。有需要评估手术治疗。小朋友其实的确有一些比较，例如说他脂肪比较多的小朋友，他其实因为脂肪嘛，所以会把整个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肌肉是很有弹性的，所以他其实也会把眼睑这边地方弄得更紧。那所以其实更容易有年睑内翻的现象，就是内眦赘皮就会变严重。那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请家长说，那你先带回家，就是先体态控制。其实有时候瘦下来，也许他就改善。可是如果说他没有办法改善，或者他瘦下来还是一样的话，其实还是会建议手术。其实不止老人其实现在大家3C用的多，其实一般在中年或是说工作的族群上面，其实干眼症是大家都存在，普遍存在。那只是说眼睑内翻这个问题，大概是一些退化性，就是真的是要比较年长，例如说60、70岁的一些长者，他才会比较容易发生这样子。对，或者是以前有受伤过。对，医生强调，这款用手术来改善已经是简单安全的方式，而且健保嘛有给付。当然，自贵用镭射刀，恢复期间更较短，风险更较低。就是如果是年长者的一个退化性的眼睑内翻的话，其实会强烈建议就是手术，一劳永逸的治疗，免得就是说造成他一个眼表面的一个永久的缺损，或是说常常不舒服，需要去找医生其实会造成医疗资源的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啦。那其实家属也在照顾上也是蛮困扰的因为其实如果反复性的角膜上皮缺损，其实它会造成感染的危险其实它就有可能要常常跑医疗院所。所以其实这个手术矫正，如果在家属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其实它大概1-2个小时就可以矫正起来，其实是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之后新美医院我们将会禁用这个雷射2氧化碳雷射的话，其实对于皮下的这个切除的方面会更有快速有效率，然后止血方面会更迅速那恢复也会比较快，那伤口也比较漂亮所以其实这是对患者一个很大的福音。这样，不管是囡仔、老人，甚至是一般少年人，只要有相关的毛病，千万唔通拖，一定要找医生来讨论评估治疗的方法。但新闻君自林根采访报道。一位38岁男性伫进前因为车祸造成脚头有痛痛，虽然接过电工，骨头无安怎，毋过脚头有也是无力无法度爬楼梯。后来经过新老病医做核磁共振，才发现是前十字韧带断去，进行微创中建手术，才恢复行动力。新老病院骨科医师吴成汉表示，近年来因为国内运动风盛行。前十字韧带断去的患者有哪来哪济趋势？医师强调，
前十字韧带长去，会造成关节的无稳定，长期落来容易造成软骨加半月板的受损。现在用个透过微创的重建手术，就用个恢复正常的行动力。十字韧带重建的成功率大概是多少？我们可以看到新闻稿下面一般我们所谓的成功不成功，一般因为这个是需要运动，所以一般在讨论十字韧带断裂的部分我们都比较常见一些运动医学的杂志上面去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比较常见的成功率就是说，这个病患回到赛场上的几率有多大？因为开完刀之后，只要关节够稳定，基本上它都可以够他用一辈子的。我们所谓的日常生活，那所谓回到赛场的几率，当然就是分他的他的运动的层级不同。如果是职业运动员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说这边大概是60%到80%那如果是业余的运动员就会比较高一些，大概都在80%左右所以就是根据他运动的差异的不同，那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病人会断裂，再断裂。那再断裂比较常见的第一个是年轻因为年轻我们越喜欢再去运动，再去运动之后受伤的比率就有可能。那部分第二常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它本身合并有半月板的破损。那其实这个也蛮好理解的，它过去本身就有比较严重的一些受伤，所以说它重建之后失败率比较高。那第三个当然是跟它的解剖构造有关系，一般女生比较容易再破裂。医师强调，重建的选择过去拢是对变旧的韧带，不过现在拢是选择后腿肌的肌腱。不但用个减少手术后的痛痛，现在美创大约动工就用个利用四支架落来行路，减少手术后的关节僵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10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30度到31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5月2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